拄好2021年6月初6，西礼教会主日礼拜。今日咱要听读的圣经则是伫利未记24章第10节到23节。利未记24章第10节到23节。有一人，伊的老母是以色列人，伊的老爸是埃及人。出来行伫以色列人的中间，即个以色列妇人人的囝，甲一个以色列人伫营盘内冤家。即个以色列妇人人的囝亵渎圣名，搁咒诅，就人将伊带到摩西遐。伊的老母名叫示罗密，是但的支派底比利的查某囝。因关于伫开留所要听候耶和华指示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讲，就将迄个咒诅的人带到营外，互听见的人看手伫伊的头壳顶，全会众人就用石头钉死伊。你着吩咐以色列人讲，你若咒诅伊的上帝，就担当伊的罪。人亵渎耶和华的名，就互伊死。全会的众人就用石头钉死伊。不管是出外人，还是本地人，伊亵渎耶和华的名的时，就互伊死。伊若拍死人的，的确就互伊死；拍死精生的，就归伊用命赔命。人若互伊的厝边受损伤，伊安尼行，也着安尼款待伊。用伤赔伤，用目睭赔目睭，用喙齿赔喙齿。伊损伤人怎样，也着安尼办伊。拍死精生的，着赔伊；拍死人的，的确着互伊死。不管是出外人，还是本地人，同一样的法律，因为我耶和华是恁的上帝。摩西就甲以色列人讲，因就将迄个咒诅的人带到营外，用石头钉死。以色列人就照耶和华所命令摩西的来行。以上愿主照咱所听读伊的话。咱做来祈祷，我爸爸上帝伫你面前，阮献上感谢，享受阮一个新的主日的早起，阮通伫厝内，也是伫任何的所在，来同心敬拜你，也互阮搁有即个福分，通听读上帝你为你的教示。愿你的圣神也开启帮赞，互阮得着晓悟，互阮也透过圣经咱的道理来行你所安排伫阮头前的人生，也诚侪主你的光顶，献上祈祷，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咱各位兄弟大家平安。欢迎你做伙来伫线顶共守主的圣日，咱做伙来做礼拜。这是咱第3摆伫线顶守主日做礼拜。透过看影片、听讲道，无论你现主时是伫厝内，还是伫其他任何的场所，当咱同心敬拜上帝，咱就是伫守主日咧做礼拜。也是咧领受上帝的话语祝福甲赐恳。主耶稣对伫雅各井边唱水的撒玛利亚妇人人讲，不过时得要到，现在就是敬拜爸的人会用心灵甲真诚敬拜，因为爸爱即款的人敬拜伊。上帝是神，敬拜伊的人就用心灵甲真诚来敬拜。约翰福音第4章23节到24节。
这也是咧讲，咱所信的上帝，伊是无所不在的真神。咱敬拜上帝，通来到伫教会伫礼拜堂，做事也无限定，干那伫礼拜堂才有上帝的同在。当咱用心灵甲真诚，伫任何的场所，咱拢通自由敬拜上帝，也无受即个场所的限制。做事，这也袂当解释讲，咱就无需要教会，也毋免有礼拜堂。伫特殊的情况下，咱通暂时调整礼拜甲聚会的场所以及平时方式。所以，咱并毋是讲无需要教会，甲要废除礼拜。比如讲，咱会办野外礼拜，今仔咱出去是借用别间教会来做礼拜，嘛有可能是找一个拄好的场所来做礼拜。所以，虽然伫即个中国武汉肺炎特殊传染病防疫的期间，咱也只不过是用即个组织做伙做礼拜，改诚做伫线顶分线伫做礼拜。咱犹原是教会，是咧守圣日，是咧做礼拜。守主日做礼拜并无改变，调整变通的也只不过是关于之策。咱伫下主日，咱也要举办线顶守圣餐，甲主同坐道。咱伫即礼拜，咱圣经讲道的进度是利未记24章，即个主题是公正的判决。即章分做两段，第一段是第19到第9节，遮咧讲到祭司伫圣所点灯甲别个饼的条例。第二段呢是对第10节到23节，讲到亵渎上帝以及伫民事伤害判决的条例。咱伫以前咧读出来日记有讲过，会无分做至圣所甲圣所。至圣所甲圣所中用长梨仔甲伊为界地。伫至圣所的内面有放约柜，约柜的内面有放3项的物件，就是上帝10条诫的石碑，阁有因伫旷野食的玛纳，甲阿伦的管仔。圣所的内面也有放3项的圣器，就是金灯台、金的香坛，甲摆个饼用的刀仔。出来日记27章20节到21节，遮有讲过点灯的条例。上帝对摩西讲，你着吩咐以色列人，将迄个为着要照光所配称的橄榄油摕来互你，互灯常常点地。伫会幕中，较规前的长例外，阿伦甲伊的囝对沿到天光，就伫耶和华的面前料理伊，是做以色列人代代永远的例。利未记伫24章1节到4节，而且甲头拄则所读出来日记是大同小异，只有伫即个第4节有加，伊着伫耶和华的面前常常料理这个灯伫清气的灯台顶。利未记24章并无记载金香坛烧香的条例，即个咱通参考出来日记30章1节到10节，其中伫第7节到第8节讲，阿伦伫坛顶着烧香所做的香，较早起伊整顿灯的时着烧伊，到下昏阿伦点灯的时也着烧伊。是做恁逐世代常常烧的香，伫耶和华的面前。可见，这是伫圣所点灯的服侍，是通年固定的代志。若是烧香呢，只要一暝早暗2摆，就会当做好的工课。
入去24章第50到第9节，另外单独提起祭司伫逐个安息日，就换放12地用的即个幼米粉，搁做三即乳香所做的白月饼。中文的圣经是翻做橙色饼。即个米粉饼一地差不多重量是180%吼，就是差不多一个咱的1公斤的重左右。12块饼，甲伊排做2排，每排放6块，这放伫耶和华的面前圣洁的桌顶。白饼伫过礼拜的安息日，当这个饼刻完了后，就通互祭司甲因的子孙伫圣所的范围内来食。所以这个饼袂使炸出去外面食，也袂使分互祭司以外的人来食。尤其24章伫第10节到23节呢，这是咧讲到宗教上亵渎上帝甲民事伤害判决的条例。内先伫遮有讲到一个宗教判决的案例，即咱通解读做伫当当时发生的一件社会新闻。即个后来发展成做一个司法判决的案例，也诚侪以色列历史的片甲记载。这代志是安尼，则讲到有一个无记落名的查甫人，伊的老母是但支派底比利的查某囝是罗密，伊的老爸是埃及人。对这真简单的描述，咱通随口，这原底可能是一个真甜蜜、佮奇妙、异族联姻爱情的故事。因为伫当当时，以色列人因还未出来埃及的时，以色列人是受埃及法老王奴役做奴隶。伫迄当当时，一个埃及人爱着一个以色列的女子，佮突破禁区，敢带伊做某。这伫当当时是一个真正大胆佮伟大，也流传伫地方的爱情故事。而且呢，因也有生囝，佮伫搬过节，因也有太阳港，佮有抹花伫门徛甲门埋，也逃过天使杀灭大囝即个灾劫。了后，咱无真确定讲，即个埃及人是毋是有对因做伙出来埃及？毋过呢，至少伊的某囝有对摩西出来埃及过红海，也一路一站对旷野行游来到伫西奈山。因不断经历上帝济济的引带带领恩典，因也亲目看到济济这的神迹奇事。总是因的囝确实做一个佚佗囡仔做乌道。伫即个第10节，写讲伊出来行伫以色列人的中间，甲一个以色列人伫营盘内冤家。中文和本即个圣经翻做一日闲游在以色列人中，汉人在营里争斗。即只咱就看到讲，伊是咧点罗麻，无要紧，伊搁亵渎上帝圣名，咒诅上帝。即个人现在向世人来讲，伫但支派也算是一个有头有面的人，就四界乱来，无拍算，互看袂过的人，甲伊掠去，互摩西拘留，听候上帝法律。上帝就指示，互干净的人，下手伫伊的头做见证，然后带出去营盘外，互全会众用石头甲伊处决，甲伊浸死。了后，上帝也颁布有关伤害着人，也是精生即个民事刑法的标准。第一点就是讲，
若是拍死人，也是拍死精生。拍死人就爱用命来抵命，来死。若是拍死的是精生，也着用命赔命，只不过是爱赔偿物主顶价的损失。第二就是讲，若是拍伤人，也着爱受同等的损伤即款的款待。总是伊的原则是讲，喙齿赔喙齿，目睭赔目睭，是用公平款待来做伊的即个界限。第三就是讲，即个条例是无论本地人也是外地人，拢一体适用伫即个条例。落尾迄个亵渎佮咒诅上帝的七个人，互以色列人因的全会众用石头钉死处决，这个诚做一个用无完美做结尾的爱情故事，也诚做一个失败家庭教育遗憾甲尴尬的案例。咱透过利未记24章。而且咧讲的重点甲价是，第一，讲到着讲，祭司伫圣所的服侍，虽然是真简单佮轻巧，毋过是真神圣、重要、尊贵佮有意义。所以，咱伫咱的服侍的顶面，咱也着爱真认真佮忠心来听主。咱看祭司伫圣所的服侍，主要有3项的工课。第一项就是讲，伫大日呢，因爱点着金灯台的油火，也着爱顾暝，莫互伊火去。第二就是讲，因伫一天早暗2摆，爱伫即个香坛的所在来烧香香。第三，伫大礼拜的安息日，就准备即个幼米粉饼的白热饼，搁伫遐来做替换。咱通看出，这个工课拢是非常的简单佮轻巧，不过也非常神圣佮重要的服侍。所以做祭司的，当因轮值入圣所的时，的确着爱真珍惜、看重，也敬重因伫上帝面前这份圣工服侍。咱的主耶稣也爱咱伫小事尽中。做主上帝好佮尽忠的奴仆。亲爱的同工、长执兄姐，你伫教会你所做的服侍，检采对人伫看，拢是真小可，佮是无啥物。总是呢，伫主咧看，这就好参像是祭司伫圣所的服侍，是尊贵、神圣佮重要的，也是上帝看做好佮祝福的圣工。第二，而且讲到着金灯台，金灯台上顶主上帝伊是以色列的真光，以色列也着爱做地上万国万族的光。金灯台是一支分7转的油灯，7代表的是完全的数，是创造甲安息。伫今仔日的以色列国会。因也用金灯台，诚做是因国家的标志。上帝做以色列的真光，以色列受上帝拣选，也诚做万国万族的明灯。伫新约，咱知主耶稣基督伊做咱的真光，咱也着爱做世间的光。伫启示录第1章12节到20节。金灯台是代表主耶稣甲伊的教会，所以耶稣基督伊是教会的主，教会也是伊的金灯台。教会爱诚做主耶稣伫世间的光灯，用基督的真理来照光这个伫黑暗中的世界。第三，大日的饼。白日饼代表上帝咧看顾全以色列族，以色列族
分做12支派。玉米粉的饼代表的是上帝的祝福，是丰收，是充足。用12块平重的饼，代表上帝对以色列12支派无分大小的支派，偏偏看顾，偏偏祝福。相反，虽然咱伫地上也无分万国万族，教会虽然遥大细经，不过平平是主的教会，咱也着平平用主爱甲恩惠，来看即个上帝对咱的款待。第四，因为其实4章咧，搁一摆讲到着上帝是袂当亵渎、袂当咒诅、袂当侮慢一，咱就爱切记，做基督徒上大的悲哀，就是咱伫无拄好的中间，甲主的救恩相相信，擦身而过。明明咱已经行到伫天堂的门骹口，却甘愿坠落伫地狱的所在，这是真大的悲哀。第五，则讲到着示罗密，示罗密伊伫爱情检采真风光车赢，是一个基督徒。毋过呢，伊伫家庭教育，伊却是一个失败的老母。示罗密伫以色列人受埃及奴役的时代，伊甲统治家己的埃及人通婚生囝，看起来是真青赢佮风光的爱情甲婚姻。毋过呢，伊煞放任家己的囝成做佚佗囡仔，食饱伤刑，甲人冤家争斗。而且，咱知做一个以色列人上界重要家庭的教育，就是爱好好教示囡仔怎样敬畏上帝、敬爱上帝，甲服侍上帝。总是伊怎样，互即个囡仔反倒转，若袂晓做好囝，搁用恶毒的话来亵渎上帝、咒诅上帝，惹甲天怒人怨，自取灭亡。伊伫圣经甲以色列的历史留一个不可磨灭的臭名，诚侪会互人遗憾、失败的案例，这实在是真无彩。所以，咱若做人的父母，咱千万有责任，也有义务，爱好好约束教养咱的子女怎样敬畏上帝，搁着疼人亲像家己。第六，这讲到着公平正义是司法的基础，公平正义是司法的基础。现代法律虽然讲求人伫法律的面前人人平等，人人受公平的对待甲约束，不过往往司法也是受人袂当完全的信任。像伫台湾有时阵，警察也怨叹讲，因好不容易甲歹人抓着，不过落尾法官是轻轻判决，也是放人，司法的公信力受质疑甲挑战。总是上帝律法是讲求公平正义，是真正的平等，尊重性命甲人权，甚至也保护动物袂当受恶意的虐待。甲伤害。另外，现在国家也掠废除死刑，看做是进步。不过，咱若对圣经来看，恶意害人，也是特殊的案例，也是用处死做最后执法的手段。虽然是安尼，司法还阁有伊进步的空间，也有讨论的余地。对某一个观点，咱看少年的大笔，伊用石头仔点死菲利斯的大汉人乌利亚，因为乌利亚伊亵渎咒诅上帝的圣名，这也是大笔的执行利未记24章16节，人亵渎耶和华的名，就互伊死；全会的证人就用石头点死伊，不管是出外人还是本地人。伊亵渎耶和华的名的时，
就互伊死。愿咱珍惜咱伫主耶稣基督福音内面得救恩典即款的身份甲福分。伫敬拜上帝甲服侍上帝，咱着听主忠诚，千万毋通做背道背逆的人。也伫社会的生活，咱有主做咱的真光，咱也着爱诚侪世间的光景来荣光主的圣名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你的听。阮伫即个台湾的所在，最近就真侪遮的雨水也降级伫即个水库侪水源的补给。主，阮嘛感谢你的听，你嘛有阮也透过日本的疼心运送侪遮的。武汉肺炎的疫苗来降级伫阮台湾急时的需要，也着小小对美国，阮嘛会当来得到一部分的疫苗，阮嘛为着这献上感谢。阮嘛求主你也看顾帮咱，因为阮的国家的疫苗嘛还阁伫咧试验的中间。愿主你也帮咱，互这个事也当顺利到伫完成来诚做上要紧台湾防疫的一个需要。我嘛伫主的面前，也为着全世界来祈祷，求你也看顾帮咱，也互即个即个武汉肺炎表示。继续咧生看，甲即个变种的病毒不断咧出现中间，也望上帝你的怜悯看顾，互即个疫情嘛当来得到控制，甲消灭。也求主你也看顾帮咱，互阮的世界也透过安尼更较珍惜。人甲人、民族甲民族、国家甲国家，世界全球的一个和平安定，也当看重伫即个好款待伫人甲环境，互你所创造即个世界，也诚就是阮会当安居乐业的乐园。求主也。帮咱伫阮拄着武汉肺炎咧紧张的中间一人的生活也因为安尼来改变，也是拄着困难，也愿主你帮咱，有阮伫政府的合作，也伫即个人的。斗相共，甲家己的奋斗的中间，也当行出一条新的活路。咱将这个仰望交托伫你的手里，献上恳求感谢祈祷，靠耶稣的名，阿免。咱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上帝会行做搬过日人，一切所求所想的。就照伊所运行伫咱的关联，关于教会甲伫基督耶稣，荣光归到万世，大家无煞，阿免。30分。